再来看台北市公布，去年上半年18岁到24岁骑奥多摆伤亡的青少年是有2000多人。市政府就鼓励青少年去报名奥多摆道路安全驾驶的训练，政府上侪适当补助2600块。期间是青少年考驾照的高峰期，少年人拄摕到驾照，驾驭骑车。根据台北市112年顶半年的统计，18岁至24岁青少年骑奥多摆伤亡的案件总共有2079件。为着要提升青少年骑车的安全意识，双北市政府拢有鼓励青少年报名参加奥多摆道路安全驾驶训练。双北市政府上侪补助2400块至2600块的报名费。因为有上过训练班，所以会比较小心去驾驶。平常要注意防卫驾驶的观念，然后要小心骑车。机车事故伤亡的比例那个趋势图，我们把年龄层做一个分析，18到24岁那个趋势是飙上来，然后24岁以后就下来。另外，除了青少年骑车的安全，酒驾嘛一直是道路安全的高危险族群。根据台湾酒驾社会关怀协会统计，最近这10档食酒赛车死伤的人数，其中18岁到44岁的青壮年死伤的人数上多，影响侪家庭留下遗憾。2014年到2022年，酒驾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，18岁以下未成年的族群死伤人数有8078人，然而在18到14岁的青壮年高达了96101人。食酒赛车出车祸造成弄假煞体的新闻不时拢有，真侪民众啉酒过顿工就开车，实际上酒精也未退。提醒民众若啉米露一定要经过12点钟，高粱爱24点钟才会当就路，避免危险酒驾的状况发生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在台北报道。